歡迎收睇呢節新聞，我係陳君華。近嚟一種日本運動喺香港大受歡迎，每逢星期五晚都會有一大班嘅年青人喺街頭互相切磋。究竟係咩運動？大家一齊睇下。一把木劍，一個圓球。呢項運動係 Kendama 劍球，由日本劍球協會制定咗統一嘅規格，包括尺寸大細、重量等等。舊年日本劍球世界盃有7年年資嘅李浩翔喺200幾名嘅世界高手入面攞到第14名嘅成績。佢話劍球令佢更加有自信。讀書有邊方面叻啊？我又唔會話即係可能運動嗰邊方面特別強啊。但我就係自從接觸咗劍球之後，佢係俾咗好多機會我㗎，覺得。浩翔更話劍球帶俾佢意外嘅收穫。我有陣時可能因為劍球呢樣嘢，可能去台灣、去日本，即係去比賽、去交流咁樣，即係識到好多新嘅朋友啊，同埋即係擴闊到自己嘅眼界咯。冇睇好似好易，但其實每個動作都經過長時間嘅鍛鍊。劍球嘅動作可以訓練玩家嘅手眼協調，所以喺好多國家，例如日本、美國，都有舉辦好多嘅正式國際賽事。不過劍球喺香港尚未普及，好多人都當佢係玩具，令浩翔佢哋唔可以租用康文署轄下嘅場地。即使依家喺街上面玩，佢哋亦試過俾人趕走，受盡白眼。其實我覺得只係佢哋唔明白呢樣係咩嘅啫，即係例如，即係你可能你去到嗰啲體育館，嗰啲職員，佢可能會覺得啊，你喺度發緊舊玩具，你不過活動室入邊有玻璃又剩，喂，你唔好咁啊喺度玩啦，你可能整爛嘅喎。場地係一個好緊要嘅問題咯。係啊，因為起碼我哋喺我哋可以舒舒服服去練習，唔使又要俾人趕啊，要多啲俾人知道呢一樣係運動，係一樣普通一個潮流嘅玩意，一個小嘅玩具咁樣咯。浩翔希望香港可以成立劍球協會，等更加多人可以認識劍球呢項運動。樹仁大學記者陳君華報導。